內地花旦白鹿同曾舜晞、陳學一、梁詠琪因為合作劇集《臨江仙》而成為好朋友。大年初三，佢哋一行四人第二次春節私人團建，出發到韓國旅遊，仲去睇韓國女團 idol 演唱會。當中中國籍成員宋雨琦同白鹿喺綜藝節目《奔跑吧12》主持。一個新年見晒咁多位圈中好友啊！尋日眾人再被偶遇，全部人冇遮冇掩大方出巡，高顏值配搭令網友羨慕。白鹿、曾舜晞、梁詠琪同陳學一四人現身韓國街頭，更喺首爾行街嗰陣多次被偶遇，現場分工默契。陳學一推行李，梁詠琪擔任攝影，曾舜晞規劃路線，白鹿就記錄花絮。早前有唔少嘅網民都好奇白鹿同埋曾舜晞係咪拍拖，今次再現身，雖然唔係單獨嘅約會，不過都夠 CP 粉揾拍拖證據。仲有人留言話，另外兩個人只係煙霧彈，又只好羨慕四位高顏值男女神可以一同毫無忌諱咁去旅行。等睇眾人 update 嘅合照同埋 photo 咁話。東網嘅觀眾你好，我係森美，希望新嘅一年呢，你所有願望都可以成真。Yes。